主后2025年10月初8，每日圣安宫读经，顺坦圣神行做。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第6章第6节。我的意思是，恁着照圣神的引带生活，绝对毋通求满足家己的欲望。因为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神，圣神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敌对，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恁若互圣神引带，就袂受律法控制。人本性欲望的行为真明显，就是淫乱、污秽、好色、拜偶像、行邪术、敌对、斗争、嫉妒、受气、自私、结党、分派、怨妒、酒醉、花天酒地等。我以前捌甲恁警告，即阵搁一遍甲恁警告，做即款代志的人，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钉死伫十字架。既然咱靠圣神得活，咱着顺坦圣神来生活。咱毋通追求虚荣，毋通彼此激气，互相怨妒。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遐日子内，闹人含乐过失，恁遮个属灵的人，着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恁家己嘛着小心，才免受引诱。着分担重担，安尼做才是在实现基督的律法。家己无熬，想讲真熬，是在欺骗家己。逐个人着省察家己的行为，若有好行为，伊简单通对家己夸口，毋免甲别人比较。因为逐个人着担家己的担。学习道理的人，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顺坦圣神行做。保罗命令加拉太人彼此相听，搁提醒因着注意，着小心。恁若还伫三加三吞，会互相糟灭。神学家认为，这证明加拉太教会内部有冲突，因为安尼，保罗指出顺坦圣神行做，也是放纵肉体情欲两种途径，会带来无共款的结果。伫生活中，信徒常常会面对情欲甲灵性的争战。若会当顺坦圣神行做，就袂用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袂简单想要满足本性的欲望，也袂简单做家己所愿意做。人若顺坦圣神引带，就袂受律法的拘束。保罗认为，人本性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伊搁列举性、宗教、人际甲公犯宴乐等明显的恶行。这恶行甲传统时哲学家的看法雷同。欲望虽然蕴藏伫人的心中，但是保罗认为，欲望产生的小行为拢是明显可见的。为着安尼，伊强调，就算信徒拥有伫基督内面的自由，也爱受约束。更较重要的是结出圣神的果子，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
良善、忠信、温柔、节制。果子伫希腊文是单数，所以圣神的果子是一粒果子有9种面向。保罗讲，伊捌忍受亲像母亲生产之痛，渴望基督成形伫信徒心内。伊所渴望应该就是圣神所结的果子，也就是顺产圣神行罪的结果。保罗讲，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钉死伫十字架。保罗用主动语态表达，信徒有责任钉死家己有罪的天性，因为安尼认罪悔改、弃绝邪恶，毋单单是受洗当下的誓言，搁较是每日的属灵操练。高中是中教会伫台湾的第一粒果子。1866年由宣威林牧师施洗，搁受差派成做本地首位传教师。但是根据教会史话，高中捌伫老母要求下，转去福建娶素未谋面的女子做某。宣教师劝阻也无效。反来无偌久，伊却写批回乡爱某改嫁。为着安尼，甘伟林牧师捌写批互马雅各医师讲，中的案件比咱所怀疑的搁较害。这件代志也诚做当年教会暂停高中会籍的原因。保罗讲，遐日子内，若有人含着过失，恁遮个属灵的人，着用温柔的心甲伊纠正。恁家己嘛着小心，才免受诱惑。基督徒会犯下道德败坏的代志无？答案是会，因为安尼重要的是，教会甲信徒安怎适切做回应。保罗认为，顺产圣神行罪的人，爱彼此用听纠正，才会当为分裂的教会甲受伤的个人带来医治和合一。默想，回想最近的言行，偌济是照欲望伫行，偌济是顺产圣神行罪。回想最近的言行，偌济是照欲望伫行，偌济是顺产圣神行罪。咱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影人的罪性恶改，就算我已经被你接纳成做你的子民，还是常常困苦伫肉体欲望的罪中。求你赦免，搁较求你帮赞，互我真正会当顺产圣神行罪。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